来到下营的先天上帝庙参拜，立委陈天辉正式宣布要竞选台南市长，当地11名里长全拢到场支持。要行遍每一个所在，用我们的倾听之旅，大家知影，女性无共款的，都是特别留；女性无共款，嘛是会当比别人特别硬。不过，伫留甲硬当中，咱要带予台南的，就是一个新的未来。家地好心声记录落来，要互台南更加好。陈天辉表示，今仔日选择下营区出发，意思就是下营伫6、7当前市长初选的时阵，向每一个所在拢给了正亲的缘分。今嘛要继续针对每一个地区的需求佮补强，所以要用倾听之路行遍37区。因为6、7当前，咱都有一套的政策，这个政策当中，这6、7当来，咱嘛有做的，有争取的，要安怎搁甲改变，作为上好的一个未来2026年以后，咱要推动的方向。所以这个部分，就是咱即马要做的。陈天辉伫参拜了后，嘛一一向商家及摊商进行拜票，受到袂少人的热情欢迎。不管是签名也是翕相，隆重拢来。台南400当来拢无出过女性的市长，陈天辉要一步一脚印拼出线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